冲上路桥，高举不欢迎共匪的白布条，要陈云林滚回去。警方火爆驱离，布条看到就拆，毫不客气。大南北三坏下熊，大南北三坏下熊。 就是要呛瞎陈云林，民众不甘示弱，围成人墙，还爬上围栏，把自己国家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上去。警察暴力哦！暴力哦！警察暴力哦！暴力哦！警察暴力！但谁也没想到，远警会把国旗当场毁掉。拿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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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要把国旗破坏掉？ 上级交代吗？为什么要破坏国家的国旗？小远警不敢说，那问问大局长，总该知道吧？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再插国旗嘛，大家都没有嘛，是不是？组员毁损国旗的情形，没有毁损，没有毁损，没有全程拍下来，没有，那个是拉扯之间。画面会说话，明明被媒体全程目击，警方还想否认撇清。中华民国的警察竟然带头毁掉中华民国的国旗，军警的忠贞教育到底都学到哪里去？《每日新闻》林新黄心如台北报道。